各位關注健康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 Hyper Health Alan， 今日要隆重介紹我哋呢款黃金拍檔南極磷蝦油 EX 同埋 Hyperotix Plus， 佢哋有幾勁呢？我用1分鐘話俾大家知。呢樽南極磷蝦油 EX 原材料係南極純正細隻嘅磷蝦，Omega 3含量同普通冇做後期加工魚油相比，足足高咗3倍，仲有蝦紅素抗氧化能力係維他命 E 嘅550倍，幫你抗衰老、保護細胞。最正係佢用咗磷脂，令到 EPA 同埋 DHA 嘅吸收率高達95%，比起傳統魚油高900%，一樽搞掂心血管保養、抗氧化、腸道排毒、關節潤滑同埋醒腦護眼嘅。Hyperotix Plus 係香港首創高效益生菌，專門針對現代人壓力大、情緒波動嘅情況而設計嘅。佢入邊有8種專利益生菌菌株，仲有天然草本成分，經臨床實證可以調節腸腦軸，降低你嘅壓力荷爾蒙，改善焦慮同埋睡眠質素嘅。簡單講，佢唔止幫你腸道健康，更加係情緒價值之鬼啊！1+1一定等於2，唔一定。當南極磷蝦油 EX 提供全面防護，再配合 Hyperotix Plus 修復強化腸道，雙重防護建造內在健康生態圈，尤其適合三高族群、上班族、銀髮族。我自己就早晚都食啦，你仲等咩啊？